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这是卫福部的调查。去年全台湾0岁到6岁慢顿儿童的通报高达26000多人。讲这个晚婚也或是隔代教养，可能拢是原因。这特殊的囡仔，拢需要有专业的老师的教导。为着要帮助这群囡仔，连锁超市甲心路基金会合作，希望民众消费的时阵，会当甲点数转送给基金会，也或是甲银角啊捐出来，他来打造更加友善的学习环境。这是谁？这是你小时候吗？对麦克真好嫌，这个是今年6岁小眼小燕，因为脑性麻痹，行路需要透过助行器来辅助，因为今麦已经进步真多啊。其实小燕刚来新路的时候，她还不会吃饭，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也没有现在开心。像这款身心成长较慢的囡仔，6岁进前是黄金的治疗期，需要专业的老师甲治疗师的协助。最近10年来，为2016年来看，全台湾出席人数是20万8000多人，到去年敢若剩16万5000多人，明显囡仔生了较少。不过，身心的成长较慢的囡仔通报数量却是增加5000人。面临到很多就是2代教养，可能在学习刺激上面比较少，然后再来就是晚婚的状况之下，那这个风险也比较高。囡仔无想要开嘴讲话、自闭症、感官功能、动作平衡，这拢是评估的重点。这背后需要专业的团队，跟他靠家长照顾是真辛苦的代志。家长一开始都不知所措，然后都会觉得很沮丧，因为他们家里出现了这样的小朋友之后，他们通常都内心那一块都会很过不去这样。可是慢慢的转变之后，也看到他的进步之后，其实家长的那个感受是会觉得是比较好。针对这个现象，连锁超市找来爱心大赛甜心作为鼓励民众来消费，嘛会使将点数转送给基金会，也是小额捐款，你的一寡银角，拢会使帮助囡仔打造更较友善的学习空间。